買樓唔使愁 ，Alex 幫到你啊！各位街坊，收到珠海政府最新嘅重磅消息嘅話咧，即刻同大家 update 翻啊！咁珠海政府嘅話咧，啱啱出咗重磅嘅申請啦，係專門針對珠海西部城市中心嘅建設新規正式試行啊！講白啲就係以前西區只係規劃概念，而家正式落地提速，全方位升級，未來絕對係媲美一線城市嘅現代化新城。今日 Alex 咧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呢三個最乾貨、最值錢嘅核心利好，全部真金白銀，實打實提振片區價值。亮點一，超穩層地基先行，起樓速度直接翻倍。官方新規明確咧，西區重點項目建設用地指標優先保障，應保盡保，地塊造研超穩層，遠基處理達標就可以直接當淨地出讓。簡單解釋就係政府幫你搞好晒地基、路面、水系、陸地整體加固，開發商攞地唔使再耗時間，使大錢整地基，項目開工落成速度大幅加快，片區成熟速度直接提速。而且西區首批超穩層工程舊年已經開工，4條地塊分布落地，道路都同步升級，未來出行更穩、更安全、更舒服。亮點二，立體配套免計容積率啊！片區嘅舒適度直接拉滿，政府大力打造地上、地表、地下3層立體嘅活力空間，騎樓、空中電廊、空中花園、地下步行街、跨馬路連廊，全部鼓勵建設。最關鍵嘅福利，所有公共立體配套唔計入容積率啊！針對開發商對街坊都係一個大利好嚟㗎，片區公共空間更多，綠化更好，休閒配套更足，居住嘅質感直接升級啊！亮點三，土地分層辦證，地下空間價值徹底盤活。西區首趟土地立體分層開發，地可以拆分地表、地上、地下獨立使用權，單獨出讓、獨立辦證。簡單啲講，地面做公園綠地、休閒廣場，地下可以搞車庫、商業、人行通道、人防工程，資源100%用盡，片區功能更加完善，配套更齊全。最後同大家劃清核心片區嘅範圍，今次利好覆蓋足足27平方公里西部城市中心，最新行政名就係西城街道，範圍西至機場北路，北至珠海大道，東臨機場東路、泥灣門水道，南至湖濱路、機場東路、金海岸大道，包含航空新城核心區、南拓區、航空新城北片區、西部 B 片區。官方定位超硬核，珠海西部市級綜合服務中心，現代化城市樣板示範區，劃分6大核心功能區，總部商務、綜合服務、科創文創、文體商旅、生態旅遊、休閒康體，重點規劃落地 A 部 B 片區，專門承接市屬國企、大型民企總部落地，未來匯聚海量嘅高端產業與人流，頂配全能配套拉滿，5間醫院、6處文化設施、4處體育場地、12個鄰里中心、數十所中小學、25間幼兒園。金灣全民健身中心已經動工啦，6層嘅地標體育綜合體，包含游泳館、球場、培訓空間，即將成為西區全新嘅文體名片。最後 Alex 總結一句，從地基升級、空間革新到總部落地，配套全開，今次新政直接為珠海西區定調起飛啊！唔再係畫大餅，所有嘅規劃實打實落地。未來西城中心絕對係珠海最值得睇好嘅新核心。想知珠海西區邊個板塊最保值？入手時機點樣揀？關注我，帶你用香港人視角睇透灣區樓市真相，避坑揾筍盤。咁今期節目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